，thank you 哦。那你要就打电话给我，不然会想你。叫安怎么个演你的吼？你是总在同一行特权啊？爱将因灵魂献爱心求，你总唔得对唔起伊啊？我做咧对唔起灵魂嘅事情，系安妮嘅事情哦。安妮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有神吼唔老爱讲，实际比老灵魂讲，我真见吼本件要糊涂咧。你真糊涂诶！我做出题哦，其实安妮乖乖的，唔系嘛该好东西啊。谁冇不听人讲我，做歹嘅唔是放羊，从多都听人讲我，要去到上做猫王，个落去未变难养，上个冇去关于上，情动嘅梦，为这样开始投降。前跳啦昂昂，穿梭在來去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昂昂，我做事難度忍讓，個樂見嚴平安安，想當英雄成功嘅。安妮。你係嘛解？本唔顧身體嘅啦。我都知咧哦。都人喺講過你啦，真唔知咧。你用我照伊老靈魂講咯，你用老嚟講啊。你喺真件有神行哦。當然係正經啊。你阿總是咁做對講笑哦。罰錢咧。係冇，迄眼幾唔錯，我哪有權你罰錢嘛？不過我總知道，你唔應該去老靈魂講嘅嘛，我最唔想傷害嘅就係佢啊。唔想傷害靈魂，故所傷害愛，老硬嘅生年呢，就冇相干，係冇。唔啲愛咩呀意思嘛？愛咩唔想傷害你，咩唔想傷害生人啊？哎。人點咗猛講啦，對人唔錯啦。是哩啦，點解有成向以後，我起價一千亂，想請贊人講一下誒，安度好靈魂滿愛。你放心啦，不應該講嘅話，我唔會亂講。靈魂也唔係那些年呢，係娘嘅。我講過，我會尊重娘嘅選擇，你下也係強用，我就會驚有壓力，怎麼同你講？安妮，你好死妹，我實在比唔上你啦。
放心，俺不会让你添麻烦。就怪这些年呢，没回去，来唔出时间了。你要做乜解啊？唔好凊彩讲嘅，點啊？我係有時間啊，我一定會想辦法。你先照顧好身體，到一下開始吼，唔好再飲酒，唔好再熬夜了。我係講，你愛了這些年呢？我東京，你要我去打退了。你用歪喏，又唔係寫人嘅唔錯，我因為喊你去做這種事情哦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會幫你再交代嘅。老強，什麼呢？我同歡喜嘅。江江，檀香哎，好香哦！这是我昨天在市夜市买的香包，想说端午节快到了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哎，你放着吧，我來弄就好。没关系啦，我们早点收完也可以早点回家休息啊。来，可是林芬，回家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告訴你，但是你要答應我，一定要冷靜聽我講哦。好，你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，外卖可。妈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来办点事儿，所以弯过来看看你啊。怎么样？多大姐请坐，要喝點什麼嗎？不用了，你们都打烊了，我顺便接林芬回去。妈咪，你一定要试试小罗发明的饮料，很好喝，而且店里面卖非常好哎。你喝一下啦，坐啦，坐啦。是吗？嗯。坐。一定累坏了吧？看，手都粗了，做这么多粗重的工作，怎么不见你们请的工读生啊？小罗星期天不用上班，所以就让阿布先回家啦。你该不会要拖地吧？不用啦，大部分都是小罗在做的，我只是偶尔洗洗杯子、端个饮料之类的。看你们做的这么辛苦，可是账簿上你们的利润实在少得可怜啊。那天我也和小罗讲过这件事了。多大姐，你喝喝看，这是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饮料。对啊，这个叫做初恋滋味，每天店里可以卖到500-600杯哦。不错，好喝。你看，我就说妈咪会喜欢。妈咪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可是全台北市我们店里才有卖的。哦。嗯。不止全台北啦，應該是全台灣。哦，全台湾。全台湾？對啊，已經有別家業者來打探做法。是嗎？你沒告訴他們吧？當然沒有，但是就算告訴他們了，也未必能醃出這麼味道適中的情人果啊。好。好。我看我先帶林芬回去。小羅，你記得明天到辦公室來找我，我有生意上的事要和你討論。哦，好。來。啊，我也要去啊，媽咪。現在這些賬都是我記的哎，我也要參與討論。你現在還會記賬啦？嗯。沒想到我這個只會吃的寶貝女兒，現在會做這麼多事兒了。媽咪真的心疼你了。才不會呢！我現在才知道，原來媽咪賺錢這麼辛苦。林芬啊，
不如你就跟周大姐先回去吧，剩下的我来就行了。可是你不是说有话要告诉我吗？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明天还会见面，我们就明天再讲就好了。明天再说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哦。走吧，妈咪。早点回去休息哦，拜拜。快点啊！还蛮潜水啊。哎，若过好小心做落啦，你还看下。嘿啊，以下都哪位啊？天空下公嘛个在加拿大的咩？加拿大啊？係啊。嘿哦，聽講哦，叫你青島祖國人啊，尤其哦，係香港人啊。喂，老強啊，我係安妮。安妮，你讓我打來了，乜解事情？冇乜解啦，你睡嗎？差唔多咧呢。哦，你就算呢，也冇乜解啦。我想講啦，乜解事情，總唔講啊？我按不呀，也冇事。你下啊，都是親友呢，兩班都睡唔停。你咪安尼咯。我也唔知嘅，可能我有成功嘅關係，BQ 都變了。你下，我動像是半條呢。冇關係啦，讓你帶過去啦，我去學多擺啊，請假啊。正經呢？我等你哦。謝海，安阿妹，我去來邊啊？我出去一下，廿時小轉來啊。他們打電話幫你問哦。係安妮啦，佢身體哦無舒爽啊，我去看佢啦。唔准去，身體唔舒爽去看醫生啊！你做乜嘅要三更半夜去看醫啊？衝乜嘅去啊？安尼咧，咱要看醫生啊，答應佢哋啦，歹勢唔去。唔過打電話俾，佢講做唔得去嘅，迄唔快些打，我嚟打。哎，阿妹，唔好安尼啦！哎呦，阿妹，唔好安尼啦！你小看咧，安妮哦，這3年哦，都特別打拼，咩動辛苦啊！唔好講佢係愛同事啦，就講平平都係客家人，照顧佢也係應該啊！唔記得咯。內底哦，爭搬來台北嘅勇士，咩一日到晚麻煩阿秋兒啊！係啦，我家姐嘅係嗬，要熟悉阿秋子，唔過佢冇空用啊！按阿妹去看人哋細妹嘅，唔好。唔好安尼啦，你先衰啦吼，也去下廿時手轉來咧。哎！歹勢呢，暗咧現出來，靈魂唔會冇歡喜哦。行係你已經老佢講咧，我係咪有機會講咧？咩唔知按樣辦講？
这里条下也都是青油，但係冇上色嘞。冇關係啦，你先不用等，時間冇做嘢，馬上轉移啊。等一下，有一個東西幫你，你看。你係乜雞啊？係大哥大啦，有一個哦，去到那邊就做得大天花嘞。你有得用啦，我用唔到，我有 BB 扣手拉嘞。BB 扣已經退流行，輸給一張封片嘞。你有事就扣我嘛。那都是一老一胎，萬一要去醫院，我隨時錢得都唔夠啊。也按太急嘅，帶到成行極唔方便呢。唔會啊，清封片呢，你去銀行講生理就做得用啊。你係乜雞啊？0分送你啊？係啊，陳小咪啊，等我片。你看。你看，0分實在很神奇，幾細嘞，係咪壓嘅？來，我教你弄會用。裏邊呢有算命書，電話號碼呢係。哎呦，唔是啦，嚟轉移再慢慢研究啦，來之後咧。你下嚟陪我，好冇？啱咧，阿娘下去，錢唔是衰咧。你下嚟陪我，我謝你呢，好冇？是你啦，我答應俺妹哦，要做掉轉移啦，我喺俺冇轉移哦，俺妹會等俺歸安埔啦，嚟之後咧啦。陸強，陸強。果然不错，银耳很漂亮。看来你真是有两下子啊，小罗。謝謝周大姐。媽咪，我也有功勞哎。我知道，可是做生意光是靠营业额高是不夠的，你要知道你的利潤有多少。你們根本沒什麼賺頭嘛。我知道。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嗎？有在想，應該是成本太高了。其中之一。想到解決的辦法了嗎？還沒有想到辦法，可是我不希望偷工減料，也不希望用不好的東西來代替。我們幾款比較受歡迎的飲品，確實是成本都高一些。我打算在台中跟高雄找點開店，當然還是由你們兩個負責。所以計算成本方面，你要想辦法解決 ，OK？ 在北中南都開店啊？那要很大一筆資金呢。而且我跟0分可能會忙不過來。怕什麼？資金由我出，人手會派給你，你只要負責培訓跟技術轉移就行了。我怎麼可能讓0分到南部去洗杯子呢？哎呦，媽咪，媽咪打算收掉酒店的生意，全力協助小羅發展泡沫紅茶。每一家店生意做好了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在附近再找點再開。以我的關係，我估計。最慢2年之內可以發展成全國連鎖。
小罗，这一直是你的梦想哎。对啊，全国连锁哎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只要负责好好的经营，还有好好照顾林芬。啊，林芬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妈咪，你在说什么啦？还在装啊？妈咪本来以为你们两个呢玩玩就算了，玩腻了就会分手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在一起，妈咪就认了。不过你要记得，人是你选的，将来可别怨妈咪哦。妈咪，这是你第一次说出肯定小罗的话，谢谢你。既然决定在一起了，就要把婚事办一办啊。哦，林芬是我的独生女，婚礼可不能马虎。嗯，我婚礼耶！来啊！哎，等下，大家唔是入面，唔好食啦。好，我等下。你早晨食了冇？食饱了咯嘛？哦，真乖。唔过我嫌阿妹样错。阿梅，係啊，唔好同阿強強樣啊！我係咪阿妹？我先拿去边啦。阿妹啊，唔啲年份幾好食喎，嚟張熟食嘅樣時候，佢真係唔要細散圖呢，用一隻數字條，安尼搞啊搞，將連散符嘅咬人咁樣啊，幾好食喎！哎呦，俺 Q 嘅事，你還記得哦？哎呦，阿爺真嘅是了，係好熱的呢。好啦，到炎熱嗬，一定會冇卡共親啊。下禮拜三。下禮拜三啊，按腳啊！坐車累不累啊？还好啦，来看你呀。好漂亮啊！对啊。哎，要不要进去试穿看看？不要啦，不好意思啦。啊，有什么关系？走啦！哎，不要啦。哎，我专程从苗栗上来看你耶，难道就看你站在这站卫兵啊？哎呦，前面还有很多家嘛，我们逛逛再说咯。哈，确定？走啦走啦走啦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要逛这个啊？是你跟小罗，他向你求婚啦？哎呦，也不是什么正式的求婚啦，就是他最近变得好别扭哦，好像跟我谈什么事情又说不出口。后来是罗妈妈跟我妈咪先提的，现在一想啊，他八成是想跟我求婚，又不敢讲。哎呦，这个人哦。这么说，他什么都没讲哦？没有啊。对哈，真是。安妮，林芬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不是要跟男朋友结婚了？哎，恭喜你耶！没有啦，我刚才去华店找你，你不在啊，我好无聊，出来散散步晃晃。天气太热了，又进去吹冷气了。不要累到了。
找我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在挑婚纱啊？要结婚了？怎么都没有听罗强提起呢？最近才谈到的啦，日子还没决定。不过伴娘已经找到啦。还没有哎，偷一两颗奖的礼服了够耶。这是一定要的。哎，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。恭喜你哎！唉，真羡慕你有个好归宿，哪像我啊，遇到了坏男人，最近根本找不到他。看来啊，他是想打算始乱终弃了。干嘛在废话？男朋友真的好过分哦！现在最需要人陪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没关系啦，幸好还有你陪我。我呢，就再去找你，陪我去买一些婴儿用品。啊！哎，实力哦，那条韩有事啊，我去脱衣服，先行啊。罗强，阿强，开门呢，阿强。哎，唔做乜雞啦？要翻好好講嘛，唔好同書同腳，千快看呢。挨門啊，我老安尼個事哦，結個了嘛？你迄陣時哦，想去討離婚冇？呀哈，都到嘛個情況啊？我當然喺陣時上去討離婚啊，唔過吼，到醫生，我咩做唔得唔講安妮啦。最近吼，我都在想一件事情啦，想到我頭腦吼都要逼開來咧啦。事情做唔得安尼拖等，既然安尼，你就應該老安尼講清楚，唔好本而誤會。兩嫂都可以看形容詞呢，喊到同一間店讀到，嚇到我哦，都會心臟病咧。安妮，有乜可能哦？其他愛人慢慢來。唔好有壓力嘅呢。係啊，你也真戇居，離婚唔治也就算了，兩人也本期騙到直直轉。係安妮啊，明明就係耍心機，以退為進嘛。好啦，我去約佢出來，然後事情講清楚啦。我沒關係啊，就約天王你好啦。當我禮拜日轉廟裡以前，一聽哦，我會看到你老事情處理好水來。哦。喂，安妮啊，安妮啊，係要翻啊，攞唔講啊。鄰居啊，你有冇愛再打個蛋哦？安妮，我已經好做好決定了。我老唔講哦，我原本呢買俾備用嘅東西，有細細嘅塑料袋，還有細細嘅毛嘞。很對你像呢。我已經做好決定了啦，唔等下講。你住嘴嘞！你冇愛同人講，對你就像找人來講。我就見張面啦。天公爺哦，東珠哦，都舊情綿綿啦。美女沒回去啦。美女，佢來做乜嘅啊？你做本人總拄到佢嘅。係啊，佢人係講咧啊，人嘅事情吼，佢做手地咧啦。
伊坚持吼，比缘投吼，然后事情解决掉。嘿哦，伊想解决爱去错咧。安娘啊，听讲恁老牙卜卡，唔好动脑背，安娘讲法张凤偏。好啊，那就安尼啦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冲动的心，心动一来，林芬，请进啊。林芬，谢谢你，一大早陪我去买水果，又陪我回来。应该的啦。啊，我还没来过你家哎。你一个人住啊？先喝水，谢谢。来，我削苹果给你吃。不用忙着招呼我了。哎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？哎呦，我没有你想的这么娇弱。啊，对了，你跟罗强的婚事办得怎么样？要不要帮忙？啊，哪有那么快啊？我妈咪啊去找了几家5星级的饭店，但是对场地好像都不太满意耶。更何况我们现在又要忙着展店计划，到高雄去开新的不啰嗦分店。啊，哎呦，事情好多哦。事业、爱情两得意，罗强真是好命。哎，你怎么把整个苹果都扔了？好可惜哎！这些苹果啊，又新鲜又好吃的，可能是刚刚路上回来的时候撞到一点点，你削一削应该还是可以吃的啦。我呢，是不会去将就这些不完美的东西。宁为玉碎，不会瓦全。啊，林芬，应该是我男朋友来了，我可以麻烦你先到我入房躲起来一下吗？啊，你们有事要谈啊？那没关系啦，我就先回去好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林芬，我怕我说不过他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如果说不过他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可以帮我一下。我拜托了。那好吧。哎呦，紧张哦，好像在拍电视哦。谢谢哦。好。美女，抢不来抽啦！我是马干毛。唔是啦，安妮啊，我想了真久吼，发现我实在做唔得对唔起灵魂啦。我知安尼对我唔公平，不过我希望你到底拉新人的姜下来，我要赚钱，让你安心生产啦。论面貌，论能力，我哪一点输灵魂嘞？唔爱我，老新年来姜下来，本新年的一只完整嘅家，
你要手迄你付一年嘅交代，系无？但伫迄眼唔足啦。不过还问过一家哦，还真心爱嘅迄灵魂啦，拜托原谅啦。记得哦，迄真心相爱嘅，伊爱用生意内比结比，拆散去两啥？啥下来咧？你老阿强，今年做得当作无事，伊生年幸福快乐，系无？假的是嘛？迄无变多年三双，按你有嘛个意思呢？很正经，按爱灵魂，你做嘛该要叫孙爱，你人来送你虫，迄人来陪你系无？你苗良心，老实讲，你真心爱灵魂，行迄爱灵魂做得老你天数嘅能力。唔系安尼啦，个老灵魂哦。讲下去咧，俺唔要勉强你嘅，事情就会按样啊。祝你老灵魂幸福快乐。就安尼啊？生年要用个啥啦？我指甲香，安尼啊？迄个骗你啊！俺根本都无成功，俺迄只款咧，老公对俺嘅心意。看来民从当讲嘅话都迄假的，拄到麻烦就无强用咧。你无成功哦。系啊，一项唔放心咧吼。俺念书咧，既然俺并唔让灵魂，俺就不用输，不然你啥不看下咧？林芬，你用味道呀？林芬，亏你还是我好朋友。你也在什么呀？你用俺读习惯啊？也都是因调试安排啊。还换去都叫做嘛解啊？叫去对灵魂啊！伊安尼变出去哦，万一出事情就惨了啦。小姐姐要带过，她谁都不见。那我呢？你有告诉他吗？他连我也不见了。至少来得去平安都无下，那就不用信嘞。也还用啊？唔免要转好到未？无要紧啦，你先转啦，来都要去等灵魂啦。我一定要当面留去费事你啊！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！你出去了！快点告诉我怎么？管我了！你告诉妈咪怎么回事啊？出去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出去了！你告诉我呀！你走啦！离婚了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总动一些心动一哎，小罗，小罗，安妮昨天晚上向经理闪电辞职，那一早就把东西搬得不见人影，超奇怪的，很可疑哦。小罗，哎，安妮辞职，你事先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哎，会不会是跳槽到同业去了？
哪有这样说走就走的？我都还没批呢。你打去他家问问。大家最近多和客户联络一下，小心客源暗中被安妮挖走。喂，老板。是我明白了，老板。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小罗，哎，东西收一收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啊？再来啊！阿妹，对唔住啊！老爱讲对唔起做嘛个啊？唔对唔起的人是灵魂，你应该同灵魂回去一样吵噶。其实唔免惊爱啊，我想吼，佢一定懂欠。也个废话啦，迄阵动有迄欠无？做人吼应该将心比心啊。是你啦。林芬呐，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，万一又病倒了呢？乖，喝碗鸡汤补补气。先客人。是。林芬呐，妈咪带你去香港好不好？大姐，不好了，小罗那小子跟疯了一样，一直要冲进来，拦都拦不住。忘恩负义的小子还敢来！他要是进来，就打断他的腿。是。林芬，你放心，妈咪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，谁也别想欺负我女儿。把他赶出去，只要他再靠近，把他腿打断。林芬，林芬，林芬，求求你见我一面啦，林芬，我知道错了啦，林芬，林芬，林芬。林芬，林芬，林芬，阿妹，林芬佢冇一擦牙啊！你會注意啊你咯哈？阿妹，你變乜嘅兄弟嘛？阿妹，林芬佢冇一擦牙咧。你會注意噶你哈？規身攏皺咪啦，又衝佢哋洗來現哈？哎，慢有一層啊！阿妹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愛啲愛啲，好去啦。哎，我嚟洗下我先嚟，點暗報喎？好唔好？好啊。我食咩啊？拜托啦，麻煩同個靈魂小姐哈講下講個羅媽媽來看伊啦，好，拜托拜托，好冇？敏芬小姐身體不舒服，不方便見客，你快回去啊！拜托下啦，幫人呢邊看一下都好誒，好冇？拜托拜托，
还有，我听不懂啊，你赶快回去啦，快回去啦！啊？叫你做啊！生意咯，冇嘢多，要晒要晒。好啦。你好冇？你講好冇？你講好是冇？多謝你。美女来了。张阿姨，张阿姨，林芬还好吗？林芬3天都没吃饭了，整个人傻傻的，也不说话。你上去陪她聊聊吧。好。你们聊。拍摄啦，我们阿强吼不好，害那个灵魂让你伤心呐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，你说的我也听不懂，你请便吧。亲家母，谁是你亲家母啊？当初我就应该坚持让他们2个分手，林芬应该跟文良一起出国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儿了。我的女儿还轮到像你们这种来糟蹋。段正贵，不好意思啊，拢係阿強唔好，我係問媽嗰伊啊，我一天吼會係咪來一隻同離婚，會是你啦。不必了，我们担当不起。回去告诉你儿子，好自为之。有有咩可以順便，讓眼淚去水蓮到天，頭電充電電起腳步從50行到終點。朋友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昨天晚上徹夜失眠，讓我願與你緊緊相隨。或許打動萬片 A 上癮，就像脈搏激盪的血液。50歲都夠，握緊拳頭向前衝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，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為我加油，關心着我。假使人也就將來踏雜做出條件，希望人也就會心態和氣期待曾經的快樂，人也就幸福的童年，人也就強行嘅路，就算人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人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